见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？无情人，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文成啊，毋是讲我这做大兄的爱讲你，人个娶某毋着爱娶倒来厝的大，啥物反倒当你要住喺恁丈人遐，一个规气去互借着好啊嘛。阿兄，这是观念问题啦。我的想法甲你无共款啦，这无啥物通争辩的啦。文成啊，啊，迄个丽华阿母也毋捌看过，啊，讲是啥物代表主席的查某囝，性地真娇媚。带伊管敢好？阿母，嘿，阿母啊，但即摆人咧讲啥物，你咧讲啥物？这问题毋是讲考虑要娶也是毋娶啦，娶是一定爱娶啦。搁再讲文成啊，即摆要娶的某是代表主席的查某囝呢，咱毋通共嫌啊啦。啊，娶某爱娶倒来厝的大，这是重点。阿母啊，你安听有无啊？啊，唔通啊！人咧讲东，你咧讲西，啊，人咧讲天，你咧讲地，啊，你各个做伙爱上听有啊？好啦，无恁兄掠个参详啦，我要来困。不咯！阿母啊，这问题真重要，你哪会使困？你袂用困的。阿兄，阿母忝啊啦，互伊去休困啦。啊，你咧酒醉啊？连讲这个讲啦。我咧醉8摆啦。阿母啊，我也知影你爱困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哦。你爱甲我讲个清楚，哎。好啦，莫过啉啦，啊是要讲啥物讲我详细，你滚讲啊！我也是咧想讲吼，文成啦，娶某了后啊，你要甲谁食啊？你是大兄，阿母当然甲你借啊。哼，阿母啊，甲我食，甲我大，迄拢袂要紧。也毋过吼，你的财产啊分较少，这袂用去买。这不要紧啊，咱厝的财产哦，我从来都冇去想过。哎，这是你讲的。哎，阿母啊，这是文成家己讲的条件哦，你有听的哦？好，安尼好，咱兄弟啊吼，伫遮哦，现花现输赢，阿丽啊也袂假样对无？我用50万现金等伊，互伊做嫁妆，但是转以后绝对袂用分半仙。哎。你哪会用个安尼咧？嘿，阿母啊，我话讲啊袂顺，你莫再插嘴好无？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无田园着，这间厝登记你的，啊，咱所有的田园哦，拢我咧做，所以登记我的，安尼清清楚楚，安尼你有同意无？啊，有同意哦？安尼上好，咱两个兄弟啊，这个来，来。你安尼做啥物？我还没死的哟！本来我的心情真郁卒，就亲像遮风关伫笼仔内同款，一直想要弄破这港甲拼出去。也毋过阿母来看我了，我的心就加足平静落来。阿母即马肯谅解我，
给我10分的勇气，甲12分的耐心来面对我的凶器。我一定会好好表现，争取提高价值。即马我会当我一点仔幸福，会望受你受过来，这一切拢归爱感谢你。阿美兰，你要等我，等我出狱了后，我一定会好好来补偿你。阿母才拜托你好好来甲伊照顾。阿美兰，我永远爱你。阿兄，哎呀，哦，阿妹啦，我实在你记得你袂条咧，啊，你一张被哦，上这看好10遍哦，啊，敢若看啊，敢若忙叔叔，拜托一个好无，老淡薄啊啦，身躯边哦一个落案卡，莫想要甲咱刺激啦。那这是正经哦，第一本写过互我呢，情书呢。情书呢？你妈呢？愈大愈三大呢？行，来，你来看嘛，安尼甲你做这建本图啊，我你个白花总紧，有事实无？赞吼！来，看这，你来看，春面化妆品专柜正式开幕。你来拄好，最近有写批来嘞，我念互你听。无，你通遮讲啊，我就来面啦哈。我有代志要拜托你啊。阿美啦，这是阮了解的产房处理，啊，我的囡仔啦，我吼会寄你遮藏好无？你寄我遮，总也因大兄甲小弟两个人凊彩参详详的，就要霸占我了解所有的财产，这甲阮都无准意啊，我唔甘愿啊。现在才讲，是毋是因为准义财产才分袂平？准义因老爸要过身前就交代我，就甲我讲，天明甲文生绝对袂有效啊！本来我嘛拢唔信，想袂到，才一年尔，每项代志拢有了甲准。哎呀妈，甲我讲，准义啊，绝对袂甲因兄弟啊斗阵抢要分财产，叫我就爱替伊拍算。阿明，我有照准义啊的话去做，我有甲你当作是阮了解的媳妇，我才将这要紧的证件要拜托你。不过，你袂清楚，你拢袂了解准义因大兄的个性。我若当伊一摆两摆也会用的，我若当伊到第3摆哦，伊就变面啊啦，无一定死到高抢会着下哦。阿姆用一个，家己啦，互我用一个，好心的。哎是，准义也寄来批是吧？是啦。顶头写什么？正经来讲吼，阿姆即摆去看伊吼，伊足欢喜的。啊，你肯原谅伊，啊，你伊就信心甲耐心吼，来面对伊的嫌疑。伊佫讲吼，一定会好好表现，来争取假胜的。伊讲吼，倒来故乡要重新做人，好好打拼，互咱庄仔内人吼，拢看伊有气哦。啊，对啦，伊讲吼，上重要的吼，就是要恢复兄弟姊妹的感情，一家人安尼快快乐乐啊，大概就是安尼啦。遐毋阮准义也会上吼。
哟，讲这张笑甲你若害我一嘴啊鬼鬼。哎呀，啊恁两个斗地主吼，哎呀，真舒服的。建设科算起来是袂歹的科咧，乡长甲我讲啊，我公文已经对官员批落，后个月你就用上班啊。老板，真多谢你啊！听到你啊，你叫小爸爸吼，我不会轻松起来。安怎？哦，在咧听了。对，这件吼，是肝的部位啊，可能是酒啉了伤济去，啊肝较歹哦。好啦，免比啦，我拢有听到啊啦。唉，咱这个炮机站的吼，用人啦，俺就用，啊加减烧酒嘛就爱啉，对不对？爱啉就讲一句。啊，好啊，我这，来换你来。换我，迄我才唔哦，迄安尼吼，市长安尼，话要听死我唔。水加啉惯，啊骹手小害。哎，对，来，不要有较轻松哦，哦，加偌轻松咧。我来洗手。好。你想甲文成讲啊无？了会啦。哎呦，讲甲你哦，做代志就是安尼，迄别人来养你半暝半就白去，啊，咱家己的代志啊，总爱放外挂。紧张啦，免紧张啦，我会啦。哎，文成，哎，遮坐啦。文成啊，我听丽华讲，啊，你甲恁大兄咧分财产的代志，啊嘛分袂好势了。啊，都阮食刚大兄讲好啊啦。啊，老母无同意，嘛法度啊。啊是啥物原因啊？啊，都阮阿兄啦，甲阿爸要分大份，老母咧无欢喜啊。啊，太安尼。文成啊，这兄弟啊为着分财产，分甲相残，这是真济啊。这若无处理好势，是真费气哦。尤其是恁二兄、准二兄，伊毋是简单之本啊。我对他起码无代志。以后伊若是拐出来了，代志就大条啊！我是替你足烦恼的呢。啊，归去啦！啊，你着出面吼，甲调解解，对无？总无别人吼，若半暝半叫你去调解，吼，啊，你着去，啊，无佫讲吼家己的。哎，当这交赛对我这么友好，我也是真爱啦。也毋过吼，我是惊互人互加讲话啦。好啦，你莫提啊啦。文成啊，安尼啦，你等去招恁老母甲恁大兄来啦，啊，互恁阿爸吼甲伊讲安尼。啊，我咧想吼，恁大兄绝对相信讲好先辈啊吼，伫即地方会做人啦，伊绝对毋敢想阿爸的啦。对。文成啊，即摆了你招恁大兄来时吼，你先莫家己提起啥物话，莫插拍菜惊，互我来提起倒。嘿啦，你着归去甲讲吼，要来讲婚事的代志啊。好啦，啊无我怎就来去？好。会记唔通拍生囝呢，吼。这是辽高镇的土地啦，即个。对吧？即摆都市计划吼，大路做而且过啦。安尼啊？加一个囝婿，佮加一份财产，你佮真老算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。打我人吃啊多了，结果安怎？敢笑？我你即摆是咧拍啥啊？你毋过你足自信的，打的，恁老母起屁面，你就袂法度啊？你真奇怪呢，人伊咧气文成啊，毋是咧气我，当。吼，若讲到文成啊，我就想，我问你，你生啊大煮大鱼，我叫阿母甲咱食啊？安尼文成就伊做你文时啊，你听你哩呢？你哪会对伊打赛啦？你这查某人讲话哪会在毒啊？我做大兄的人，我财产分较多，
啊，若母倒咱遮倒咱大这运动的啊，甲你讲啥？阿母住一家啦，本来是啥物人吼，得到这间做事，迄个人我爱饲阿母啊，也若无我多谁来买分这个厝地啊？哦，你足好算的吼，啊，你毋将大别人当作潘啊？我甲你讲哦，即摆阿母咧起性地，我拖恁食苦啊！你若搁乱掺落哦，你要真正甲你扒落哦！咱上无一人一个月，大家轮口行啊！啊，你真正要讲袂通请了你啊！哎呀，阿叔，啊恁拄好伫厝的啊？安尼拄啊好啦，我拄啊要招恁吼，甲阿母来去参详我婚事的代志呢。哦，我阿母讲家都无爱饲啊，开钱拢出恁大兄。无你是念错啊袂啦？田花头你甲我做的，我下晡要饮水啦，你互我饮袂赴，你要整个打落去。我生活就遮大，毋捌看过恁兜这口罩，兄弟姐妹这样。哎，你先。哎，袂成啊！咱阿母去倒的哦，我嘛找无。阿母无伫的，这无重要啦。哎呀，主要是你呢。啊，我回去互阮咧丈人骂啦。伊讲阿爸无伫的吼，大兄顶老爸咧，伊讲一切拢会尊重你啦，尤其是婚事的代志哦，拢总爱互你做主啦。安尼哦，迄大是安尼讲。好先别哦，这代表主席哦，毋是咧做假，人社会人情世事，伊拢会晓行。哎呦，人拢两口才要做真正，哪有遐尼简单？哦，干那叫老母讲来就用的哦。兄，啊，这代志我就较毋捌咧。哦，对啦，以前阿爸哦，定讲过啦，帝国大学啊有人毕业啦，但是社会大学哦，到即摆还无人毕业啦。恁虽然讲册读较多啦，但是社会经验哦，恁毋捌了，还佫足多啦。对啦，我下晡来饮潭水哦，我就较无名菜哦，才恁一人遐啦，吼。啊无万事再拜托你。这等人讲安尼，哎对啦，来讲咧这财产的代志吼，咱兄弟啊，好好来讲者，因为咱一寡田园啦、厝客，拢伫阿母遐，啊我若甲逼哦，伊是会替我无毋对啦，但是哦，伊即摆哦。对你真感冒咧，咱莫甲逼。我是咧想讲哦，你某娶出来才过来讲，哦。咧分财产的代志吼，我定阿母伊家己想法啦，啊吼，咱来尊重伊啦，咱想要坚持啦。啊，若无伊若毋当囡仔，咱嘛无法度啊。你讲阁有理哦，问题我也无咧管。听阿母身体较好的时阵哦，咱两兄弟啊，要安怎分，咱就好讲啊。但是上重要哦。做伊啊，绝对袂晓分我线啦。行啊，这土地分法哦，大概是安尼啦。这用写较清楚啦。是安尼，这个就有人有分啦，大囝甲大孙哦分上大分啦，这真公平，真公平啦。做伊啊，袂讲像以前啊，田园内登记伊的名，嘛是拢我咧种做，对无？当然啦，这当然啦，行嘛，对无？啊，若顶头吼有写明注意啊，有一分吼，啊就好啊。哇，对。哎，好善别。我今日甲阮老母来啊，本来是要来讲文成的亲情，反倒顿说互你替阮了解咧分财产，互你做公亲，实在真歹势。啊，以后咱就家己个人啊，你毋通分到遐尼清楚。啊，这个财产的代志，大伯你毋知有啥物意见无吼？哦，呵。好先辈啊！你是咱这代表主席的，全乡镇的人哦，拢尊重你。但我廖天明也毋是咧白目啦，我无意见，大家来讲好就好。安尼上王嘛，安尼上王嘛，行嘛。这个文件你也摕倒转，伊若当好势吼，你若叫文成啊摕倒转来，吼。啊，我这代书我家己会晓办啦，这条字咱就甲设定，唔免开条字。多谢，感情这行到这应该煞，我无。安怎啦？哦，好啦。阿美啦，你先等我甲阿美开讲者。好啦，不行，对。阿美啦，看你安尼，花头明明，你先看一下，那就好势啊啦。
阮财产的代志哦，我用阮亲家的好心表，我分啊平平，当分好势啊啦。没啊，阿妈，安尼代表出这就是恁亲家啊。对啊对啊，想袂到大爷也带的，安尼真好呢。好，安尼这项代志若办好势哦，我就清心啊啦。你这无能的读册人，我是恁亲大兄呢，连我你也骗落去，啊！闪你啊！我说呐，你闪我，我要来洗罗。你别来着，你甲你丢来讲啦，我今仔看电话无死一套啦，退！哼！哎呦天哪！你要做啥？你来闪我，我这个巴罗。我讲你来讲一个哦，要对个啦，对个第10个。哦，你用5毛来压我，好，我出去个。好啦，世界哦，都甲出超走啦，你敢去的？你是人嘛？你才好玩的嘛？不知听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嘛使好担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我无欠。